今天1月12号，我们要来读约伯记18章1到21节。在这里，第2节说：约伯啊，你少说话好吗？你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们才能向你说话。而这话是谁对约伯说的呢？就是比勒达。比勒达是约伯的朋友，他指出了这个约伯，他简直是一个恶人呐、坏人呐。他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？就是约伯他已经失去了亮光，他失去一切的祝福。另外，他认为约伯他那个坚强的脚也已经失去了，他实在是已经跌落那个网罗里。另外，他又说这个约伯已经失去力量，失去住所，接下来是失去了纪念，使后人感受到惊吓。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比勒达，这个口说的这些话，实在是让这个约伯受不了，因为他的朋友认为约伯他就是因为作恶多端，他才会如此的报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这样朋友，我们的心会如何呢？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比勒达，他心中其实是有一个神学观，也就是好人有好报，坏人这样就会有恶报，以至于他用结果现在约伯的境况来论断约伯，他完全不听上帝怎么说，所以他才会说：约伯啊，你不要讲话，你少说话好吗？你停一停，想一想，我们才能对你来讲话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静下心来。或许我们说：主啊，我的朋友不懂我，主啊，你懂我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今天的帮助。主啊，我的朋友不要我说话，主，我就闭起我的嘴。主，我单单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必要垂听。主，我真的要静下来想一想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用你圣经的话语，主啊，透过祷告当中，主，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来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要成为身边的人这么有杀伤力的冷漠，来伤了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呢？祝福大家今天有主耶稣的热忱，成为我们今天的动力跟帮助。我们明天见。